谢谢舞蹈演员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季青鹏派的演出 ，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dancers。在这里啊，特别向大家介绍一下，刚刚各位古代文明到互联网文明的演进，也是两种文明在今天在香港零距离的交流对话。没错，而且刚刚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段背景音乐？您知道吗？这是人工智能创作的，哇，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。所以人工智能发展当然也是我们今天大会的主题了。尊敬的各位领导，来自海内外的各位嘉宾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！这里是世界互联网大会亚太峰会。